吃素的不能吃洋葱哦，还有沥青口咽的不能吃洋葱。那个是五荤呢，五辛呢，从九算摄取。吃素的吃纯素了哈，修行了吃素了，沥青口咽呢不能吃到从九算摄取。韭菜也不行，沥青口咽的也不要吃蛋类的。有吃纯素的，连牛奶也没有喝，乳肉品也没有吃的，蛋呢、乳制品呢都没有吃。吃素沥青口咽的。早期的有了，早期的话，那个是爬楼梯会喘哦，有教授就说要喝牛奶。第八耳鸣，用芹菜加大枣，芹菜加黑枣。有那个网络上有那个广告是用中药药膏贴那个脚底涌泉穴，他那个药膏不晓得什么配方，贴脚底的涌泉穴的涌泉穴。脑门可能是后脑勺脑门是哪里？可以在网络搜寻，是天灵盖头顶泥丸宫还是后脑勺？脑门